牛奶、蛋奶就不能吃太多了。年纪大了，女人77、49岁以后，男人78、56岁，7乘以8， 56岁。女人77、49岁以后，肝啊、肾的功能都比较衰弱了。女人是停经了，那个肝肾功能衰弱了，你看。新陈代谢、排泄功能可能都、排毒功能都变弱，所以那个什么奶类啦、蛋类啦，都不能吃太多了，不能太多蛋白质，不能太多淀粉，酵母粉也不能太多，蛋白质的不能太多，钾了，运动饮料有钾啊，不能太甜，不能太咸，不能太油等等的吃素啦，吃素会比较好啦，素食环保。